即係檢討下。係咪有呢方面嘅創傷，所以先至會去做身體檢查咧？我當然啦，我結咗婚之後，當然我覺得你話你甚至話我驗輕呢樣嘢咧，我就覺得因為我哋都有 plan 做其他嘢，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對自己同埋對我屋企人嘅每一個責任，我覺得係要做咯。Interchange station, Woodland Road。請小心月台空隙，請小心月台的空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。4年嘅前發生過美國最血腥校園槍擊案嘅弗吉尼亞理工大學，據報校園內發現持槍男人，校方大為緊張嘅，短時間內通知師生安全落嚟。警方搜查近6小時未有發現，精海人報道。發生過最血腥校園槍擊案嘅弗吉尼亞理工大學，懷疑有槍手喺校園出現之後，全校師生立即揾安全地方躲避。建築物玻璃貼上告示，呼籲個人揾地方暫避。吸取4年幾前嘅教訓，校方利用互聯網網頁、電郵同校內電子告示板發出警告，話有可疑持槍人士喺校園出現，要求師生如果發現可疑人士，